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閣來到上帝面前領受伊的話。咱要接續頂回所分享的，就是《彼得前書》第2章第9節。這段經文，作者提起到基督徒有4個身份甲1個責任。咱頂回有分享過第一個身份，就是被揀選的種族。咱今日要看第2個身份，就是有君尊的祭司，還是講王家的祭司。咱要領受上帝話之前，咱同心來祈禱。是為了主，阮感謝你，感謝你透過你的話，成做阮生命的幫助。你透過你的話，讓我明白阮屬於你的百姓的身份，以及我的身份所帶來的責任。求主教阮知道，保守看顧阮，讓阮佇領受你的話過程中間無任何阻擋，也當照你的話去行，來榮光你的聖名。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咱今日來看咱第2個身份，就是彼得前書的作者所講的，咱是有君尊的祭司。現在中文用本來翻做王家的祭司，這是表示咱是大君王耶穌基督的祭司。祭司是啥物？佇舊約時代，祭司是真重要，以色列人的宗教領袖，伊扮演真重要的角色。伊主要有以下3個工作，這3個工作都非常重要。第一，伊就是幫助以色列百姓獻祭給上帝的人。祭司擔任百姓獻祭的一個媒介，就是百姓準備祭物，讓祭司和祭司代替伊來獻祭。透過無共款的祭祀禮儀以及無共款的祭物，這個獻祭會當代表感謝，會當代表求主赦罪贖罪，等等這無共款的功能。但總是祭司第一個職分，就是幫助信徒獻祭給上帝，這是第一項。伊第2個職務，因為祭司是舊約時代非常重要，以色列人的宗教領袖。因除了這獻祭以外，平常時因上界重要的是研究上帝的律法，然後將上帝的律法傳講給以色列百姓，教示以色列百姓知影上帝的律法。上界出名的，就是主前538年收領以色列百姓，因會當歸回到家己的故鄉耶路撒冷。迄個時陣，因回去到伊個國家，看見因國家完全袂無真艱苦，所以要重建因個國家。這個時陣有出一個真出名的祭司，叫做以斯拉。根據聖經的記載，以斯拉伊是啥物款一個人？伊講伊一生專心研究，而且實行上帝的法律，佮將一切法律律例教示以色列百姓。伊是一個經學專家，精通上帝賜予以色列人的誡命甲法律。所以咱就明白，當時以斯拉帶這百姓回去到伊的故鄉，開始要起造家己的國家的時陣，因發現起造信仰是第一步，所以就是由這個祭司研究律法，然後教示律法，幫助伊的國家會當重建佇上帝律法下面。所以透過以斯拉的例，咱就真明白，祭司的真重要的職務，就是除了獻祭以外，就是透過因的研究，透過因的教示，幫助以色列人明白上帝的話。所以是一個傳講教示上帝話語的人。咱綜合第一個角色甲第2個角色，第一個角色是代表百姓
獻祭予上帝。第二個角色是代表上帝教示這百姓上帝的律法。所以祭司就是人甲上帝中間的橋樑。所以綜合頭前兩個角色來看，祭司的職責就是去做上帝甲人中間的溝通者，一個媒介，一個橋樑。祭司的立場門是去做橋樑的人，所以咱會當理解，就是講人甲上帝中間有一個隔離，然後祭司就是去做這個隔離中間的橋，互人甲上帝會當擱一遍擱好的一個真重要的任務。咱看祭司的這個舊約時代的祭司的三個職務。但是，佇遮咱看見着彼得前書的作者，伊同咱講，伊講恁是王家的祭司，恁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恁毋是指有祭司身份的人，恁是指啥物？恁是指教會內底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信徒。所以咱來理解，毋是。教會內底毋是一部分人做祭司，一部分的人毋是祭司。毋是講牧師傳道丟了職事，這是祭司。嘛毋是講聖歌隊是祭司爾，是咱每一個人攏是上帝王家的祭司。其實，佇宗教改革進前，中世紀的教會，因將教會的信徒分做兩個階層，第一個階層就是神職人員，第二個階層就是平信徒。而且這兩個階層中間有真大地位的差別。當時的教會規定，所有的平信徒袂當參加聖工，袂當解說聖經，甚至袂當家己祈禱。所以，咱當理解的當時的教會。神職人員的地位真懸，平信徒的地位較低。但要向上帝祈禱，嘛愛先去找神父、神職人員來告解。所以你看見即馬天主教嘛，抑閣有迄個告解室，就是可能一個簡單的查證的一個空間，一邊分做兩邊，你入去祈禱一邊，神職人員佇一邊。你若神職人員講你需要什麼代志，向上帝祈禱，較由神職人員替你祈禱。家己無迄個權利會當對上帝祈禱。但是宗教改革了，佇路德馬丁的領導下面，伊因為這節聖經節，伊講恁是王家的祭司，所以只要相信上帝的人。伊就是祭司，伊會當家己來到上帝面前，來對上帝祈禱，也會當來到上帝面前領受上帝恩典，毋免透過神職人員。上較重要是每一個信徒的地位甲身份攏是平等的，只要每一個人願意，攏會當參與教會聖工。互咱過去，咱今仔日的舊的聖詩後壁。有唱阿門對無？新的聖詩大部分都無，這是為蝦米？這是因為中世紀的教會，因認為唱聖詩這是一個聖工，所以無經過訓練的信徒袂當唱聖詩，只有經過訓練的聖歌隊才能唱聖詩。所以聖詩攏是聖歌隊唱，唱了，信徒要唱啥？唱阿門，所以較就這阿門留落來。今日咱佇新版的聖詩內底，就恢復過去。若毋是對上帝祈禱的詩，若毋是尊重上帝的詩，咱就後壁無唱阿門。這就是這個緣故。咱人人攏是祭司，咱人攏有份佇聖工中間，咱每一個人攏會當唱聖詩，攏會當參與教會的服侍。所以，當彼得前書的作者講，
咱是王家的祭司的時陣，咱是表明咱愛負起祭司的三項真重要的工作。下面要甲大家分享，第一個就是祭司是包在信徒獻祭。既然咱嘛是祭司，咱就愛學習獻祭。獻祭要獻啥？其實聖經對咱的要求就是獻祭，就是將咱本身當作活活的祭物獻予上帝。在這，牧師要提醒大家，佇幾方面會當獻就家己做祭。第一個部分，就是咱每一個人都有工作，咱將咱的工作當作活祭獻予上帝。咱每一個工作都是為着上帝來做的，只要無違背上帝心意正當的工作，攏會當用伊來榮光上帝。咱佇聖經中間看見上帝是一個做工的上帝，所以咱就愛學習伊，咱用心佇咱的工作頂面，用咱的工作來榮光上帝，來祝福別人。各行各業攏有對上帝來吊名，每一個人應該認真將咱的工作做好勢。只要咱從事正當的工作，將工作做好勢，就是榮光上帝。咱知要服侍主、榮光主，無一定愛真做專職的傳道者。咱佇各行各業中間，攏會當榮光主。上帝需要專職的傳道者佇教會牧養教會，也需要有真濟充滿吊名感的工人、的生理人、的老師做媒體、做音樂家等等這些工作。咱的信仰的觀念就是，咱佇每一個領域中間，攏宣告耶穌基督是主。所以，你若做老師的，你著佇學校將教學的工作做好勢，用你的生命去影響你的學生，安尼你就是榮光上帝。佇工廠做工的，咱著拍拼將咱的工作做好勢，祝福咱的頂師、甲下屬、甲咱的同事，這就是榮耀上帝。做學生的，咱拍拼追求真理，準備家己。互家己會當將來做較濟個好事來祝福其他的人，這就是榮光上帝。做家庭主婦的，咱將家庭料理好勢，厝內底人會當專心做伊個工作，這嘛是榮耀上帝個工作。咱中間有一寡退休的，退休的人好好為着厝內底人，為着教會來代禱，嘛貢獻一寡時間文書。來教會服侍，來社會服侍，這攏是榮光上帝的工作。所以，親愛兄弟姊妹，咱佇各行各業，咱的獻主事的身份頂面，攏會當因為拍拼做工來榮光上帝。所以聖經安尼講，咱逐人都愛照所得到的恩賜彼此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恩賜的好管家。咱利用家己的恩賜，享受上帝予咱的工作，誠做咱的使命，予咱誠做榮光上帝的人。第二項，咱會當獻上的是啥物貨？是咱的家庭。咱好好來經營咱的家庭，都是榮光上帝。咱予咱的家庭誠做敬拜上帝的所在，就是咱會當起造咱的家庭，誠做敬拜上帝的祭壇。啥物是家庭祭壇？家庭祭壇就是咱有一個觀念，互上帝誠做咱生活甲家庭的主人。咱常常愛搭一張匾仔，寫基督是我家之主。咱敢有真正照安尼去做？咱敢有重要的代志，咱攏祈禱問上帝的意思，咱愛安怎做？咱敢有將伊放佇咱生活的中心？這是咱愛去反省的。
啊，家庭這段嘛是，你互你的家庭成做一個敬拜甲祈禱的中心。咱佇家庭中間，就時常帶咱的事實來祈禱、來祝福，帶伊來敬拜，互伊明白上帝偉大。啊，這對細漢的朋友，咱對來講，會成做你的囡仔的祝福。第三項就是，咱來將家庭的生活變做一個感恩甲分享的迄個氣氛。我家庭吵吵鬧鬧，吼，用指責、諉罵、埋怨做家庭的中心，啊，這款的家庭當然袂快樂。啊，你若將你的家庭變做一個時常會曉感恩、會曉彼此分享的一個所在，安尼規個家庭的人攏因為安尼得到祝福。所以你若安尼做家庭這段，伊會帶來幾項效果。第一，就是牧養咱的細囝，咱細仔自細漢佇即款的環境來長大，伊自然受到影響，來得到祝福。啊，第二，咱佇家庭中間常常敬拜，常常祈禱，利用安尼來裝備咱家己。啊，家庭的時間會當分配起來。你若咧做敬拜的時候，有人會當帶敬拜，有的人會當讀經、聖經，啊，有的人會當分享，啊，等等遮的，就裝備家己。啊，因為安尼，咱全家就得到福氣。設立家庭這段，有啥物秘訣？真簡單的幾項。第一，就是愛時常敬拜。好，咱有選幾條咱較熟的詩歌，佇音樂的中間，請厝內底的人好好來思考這個歌詞的意思。啊，你若袂曉唱的，你嘛通放音樂來協助，嘛當常常用祈禱做開始。我帶領家庭的人會當敬拜，特別咱拄着過年過節的時候，全家團圓的時陣，這就是一個敬拜的時刻。咱閣無偌久要過年，啊，二九暝咱攏會團圓做伙食飯。咱這個時陣會當用敬拜做開始。我帶領家庭所有的成員做伙來敬拜上帝，然後大祝福，互伊一冬攏得到上帝的恩典。另外，家庭中間愛注重讀經，但咱選擇經文，也是講利用教會的讀經進度，來分享。如果你若一禮拜做一遍這個敬拜，咱嘛會當用迄個組會提供咱的每一周的新眼光來分享，由家長來主理，有帶頭的作用。咱嘛會當常常來分享，佇讀聖經了後，咱分享這段聖經的意思，也讓將生活中間咱的感觸分享出來，互厝內底人都會當有一個真好的溝通。最後，咱來祈禱代禱，除了為厝內底人每一個人祝福以外，咱也會當為着教會中間，也是咱的朋友中間需要代禱的事項，咱來提出來。替別人祈禱，咱嘛當照主題來祈禱，吼，啊，咱的教會的祈禱小組有推動一個時間，就是過年了後，咱要舉辦一個40天的禁食祈禱，吼。啊，這個辦法是安尼，就是一般來講，咱的節期中間，閣話這進前40天是叫做大齋節期吼，大齋節期吼。啊，佇這段中間，其實大齋節期應該是伊無算禮拜啊，攏做有40天，所以其實是要經過46天啊，吼。啊，因為咱拄着咱的過年啦，吼，所以咱過年了後，咱較開始吼，攏做40天吼，一直到咱對2月23開始，一直到受難週的迄個受難日結束。吼，40天，每一天，吼，攏有伊代禱的事項，已經排好。吼，我是排一禮拜有，咱一禮拜愛食21頓嘛，吼，啊
你會當付費一頓還是2頓的時間，好，出來祈禱。每一頓有無共款的主題，好，你念用倒一頓，好，你會當佇迄頓禁食祈禱。若你身體是無適合禁食，不要緊，你祈禱就會使。有禁食的人，你就將禁食所省落來的錢去奉獻予需要幫助的人。安尼，咱佇40天安尼連續祈禱，吼，嘛較儕人來參與，吼，會當咱家庭的成員做伙來參與，誠做一個真好的操練，互咱的家庭祭壇，誠做一個芳芳的祭物獻予上帝。最後，咱來明白，就是咱來將生命獻予主。咱基督徒愛將家己當作活活的祭物獻予上帝。就像保羅先生所講，愛將家己的身體獻就當作活祭。這是咱對上帝上介好、上介水的事奉。咱過去吟迄個奉獻的詩歌，攏是吟講我將金子獻予你。後來，咱即擺來改做唱第一節，我將生命獻予你。因為確實咱來獻的，就是咱的生命，毋是干那金子爾。生命是上帝互咱上介寶貴的禮物，咱將咱的生命回應予上帝，獻予上帝。這才是做祭司真正重要的工作。祭司的第二個工作就是傳講真理。所以，咱每一個人，既然是王家的祭司，咱就愛知影，愛獻身佇上帝的話中間，愛每一工研讀上帝的話，照咱所排的進度，讀上帝的話，了解上帝的意思。然後實行佇咱的生命中間，咱可以將這個咱所讀經的感想，甲其他人分享。我看咱攏有真濟迄個賴的群組對無？真濟人攏是早安、午安、晚安對無？咱分享一寡別種的，分享咱讀聖經的感想來分享出來。安尼，若真濟人咧分享的時陣，咱的生活中心就是佇上帝的話。另外，咱佇小組團契中間的分享，嘛愛用上帝的話做中心。安尼，咱就負擔起祭司的責任，傳講上帝的話。最後一項，就是既然是祭司，咱就愛做人甲上帝中間的橋梁。保羅先生安尼講。所以咱所有的人傳揚基督，用特種的智慧勸誡教示大家，為着要將每一個人帶到上帝面前，互因成做成熟的基督徒。所以咱每一個人都愛做迄個人甲上帝中間的橋梁，用特種無共款的方式帶領人到上帝面前，然後將上帝介紹予這也不捌上帝的人，透過安尼，咱才做祭司的角色。所以，親愛的兄弟姊妹，咱起來講，咱是王家的祭司，咱就應當將祭司的三項工作盡力做好勢。第一項就是愛獻祭，將家己獻予上帝；第二項就是愛傳講真理，研究上帝的話；第三，就是愛做人甲上帝中間的橋梁，來帶人歸主。願上帝幫助咱同心來祈禱。是為了主，願懇求你教阮三個弟弟，保守看顧阮，互阮所做合你的心意。主，你揀選阮成做你的百姓，阮有份做祭司的工作，求主你幫助阮，互阮真正會當照你的旨意去落實祭司的角色。安尼祈禱奉靠主耶穌聖主的名，阿們。